哥啊，上次我哋咪講咗濕疹嘅傳統療法嘅，咁講得傳統，即係代表有新嘅治療方法啦。叻女喎，想知多啲咧，梗係問佢啦。Doctor， 除咗傳統療法，而家咪有好多方法可以醫治濕疹嘅咧？嗱，傳統嘅治療方案咧非常之簡單，可以食類固醇啦、搽類固醇，咁但係咧長遠嚟講咧都好多唔同嘅副作用。咁隨住醫學嘅發展咧，其實好多新嘅突破。咁譬如可以用一個打針嘅方法咧，已經可以令到個濕疹咧大大改善，針對翻濕疹嘅發炎解數，從而達到改善濕疹嘅效果。咁佢基本上咧副作用咧就相對較細。咁最大嘅副作用咧可能就係打針嘅時候嘅痛楚啫。除咗打針之外咧，可以食呢個口服嘅 JAK 抑制劑。咁口服嘅 JAK 抑制劑咧，最主要嚟講咧係阻止咗個信息嘅傳送，達到醫治濕疹嘅效果。呢個一定要留意翻啦。咁就唔係個人適用嘅，因為咧如果佢有嚴重嘅肝問題啦，或者佢有本身咧有一個活躍嘅炎症啦，譬如可能佢有肺癆緊嘅時候咧，亦都係唔適合嘅。除咗打針同埋食藥之外咧，當然可以搽藥膏啦。搽藥膏咧就用一個 PDE4 嘅藥膏，咁佢最主要嚟講咧，阻止咗 PDE4 嘅酵素咧，從而咧達到咧一個咧改善皮膚濕疹嘅效果。咁佢當然咧冇類固醇嘅副作用啦，唔會令到咧皮膚變薄，冇呢個青光眼，冇白內障。咁但係就要留意啦，搽嘅時候咧會有啲吉吉嘅感覺，咁所以搽嘅時候咧最好咧都係搽定潤膚膏打底先嘅。